市长，这个再过几天就是您就职满周年。那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您的这个施政方面，就是市政建设这个阶段性的目标方面，你有什么要让市民能多了解？是，我想说非常高兴能够在 Now News，这个平台能够跟市民朋友见面。其实我们这些首长周年，这一般来讲周年庆，我们是周年考验，是我们的重要的期中考。举凡刚上任的第一个首月第一个月，满100日、满100天，或者满半年，或者满周年，这都是一个检验点。每一个检验点，每一个期中考，我们都要面对社会大众的检验。那我也必须不否认，我们这个去年的时候，当选是全国得票率最低的县市长，我只有得票率只有38%。那在满月的时候，这个施政满意度大概40多左右那这个100天的时候，大概满意度在将近50多那在满半年的时候，满意度这将近60，然后接下来的满意度就一直向上。这点我非常感谢我们团队的努力，也感谢这个市民朋友们的肯定。那总之对我来讲，第一次担任行政职，第一次担任首长，对我来讲，但是这个新体验。那这个新体验里面让我学习了很多。那未来的这个是满周年的，但未来的还有3年，我们一定要用3年的好的成绩，好好来这个为市民服务，来得到市民的肯定。倒也不是说一定说是连任连任不是连任的票是在市民的手里，但这个把事情做好，这个是我们自己应该做的本分。是。那市长，在过去这一年当中您觉得像登革热这个防疫，好像就是说我们非常的成功。那这个部分呢，请市长跟我们谈一下。这个其实就对我来讲是新兵嘛，新兵，所以说很多事情都是新体验。刚上来就碰到的第一个龙崎垃圾掩埋场，龙崎垃圾掩埋场大家知道说是这陈永和先生拿了11万票，这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压力。可见有那么多民众他是反对的。是。接下来又碰到房屋税，对，房屋税是所有的议员他都有意见。第3个当然是登革热碰到了这个状况，我们登革热当然是幸好今年4年，上一次是2015年，全南市死了100多人。那这次的这个登革热也碰到4年1度的大流行。那幸好我们有31个本土案例，35个境外案例，其他没有人伤亡。上一波的这个登革热造成了台南市有2万多个病例，有100多位市民牺牲了宝贵的生命。是。那这4年1度的4年一个周期的登革热大流行，所以这次又病例数又增加，让我们非常的戒慎恐惧。是。又加上东南亚，像菲律宾死了600多个人，然后也是有将近10万个病例，加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都病例大幅提升，所以让我们特别感到这个担心。那幸好经过市府团队，尤其卫生局同仁、登革热防治中心的努力，那加上市民的配合，让我们这次虽然度过了大流行，那有31个本土病例，35个境外移入的病例，除此之外没有人没有重症，没有死亡。是。这点是谢，真的是老天帮忙。那这个大家的努力能够让我们平安度过，这点是你说引以为自豪，当然不是啦，但是至少是有小小的能够在这一关挡下来，没有让市民付出惨重的代价，这点我们是非常的感谢。是。那市长在未来您的这个重点的施政目标，大概让我们市民能够去了解一下。这个是对我来讲今年是一个震撼的一年，是从一个低得票率一直慢慢民调回升，那对我们来讲又经历了很多大小的事情，硬体的不说我们有几个大的博物馆连成一个这个博物馆连线，那将来是我们一定要发展成台南更加深化我们的观光。加上软体的志玲姐姐也在台南办婚礼对，我们有这个荷兰美声歌手马丁赫肯斯先生也大力的行销台南。是。那所以说让我们台南的旅宿业非常蓬勃。今年有一个500个房间的大旅馆大观光旅、大型观光旅开幕，结果我们的住宿率不但没有下降因为你
房间数增加了，那如果说旅客数没有增加，你住宿率就会下降。对。那我们供给增加，然后这个住宿率反而上升，可见我们的这个旅宿或观光推展是有成就的，有成果的。那将来一定是继续深化这个部分。另外一部分，民众非常在意交通问题，我们也愿意把这个交通做得更好，提供更多的停车空间，让民众好找停车位。那另外一个当然是就业机会。目前台南市的失业率是过去10年来最低的。那将来我们是随着台积电、随着 Google、随着群创在台南许多归于返乡，所以让我们有很多这个就业机会会提供出来。我们会辅导市民以及这个高阶的人力以及行政的人力，还有所有的人力，他们能够纷纷能够在台南找到机会，落实台南是一个好生养、好这个住宿、好旅游、好休闲的地方。市长，我们知道就是说您得票率是当时38.02，那现在最新的民调是72.2，那这个部分表示市民朋友对您非常的肯定，那您的看法？这个当然最该感谢的，第一个是市民朋友的肯定了，因为其实坦白讲，每个人的能力都有其局限，那因为市民朋友的包容跟肯定我们的努力，才让我们做的会更加起劲。第二个，光是市长一个人做也不行啊，就是有一个团队，我们市政的市府团队的同仁们，大家能够这个努力能够发挥团队精神，能够发挥1+1大于2，然后这个团体的默契，可以让市民团队在市府团队在市民的满意度也提升了将近10%，所以也就是说，大家对市府团队的工作绩效表示肯定，这点我们非常感谢。第三个，当然对未来，我们这个除了努力之外，还是努力，要更加的努力。对于市民所建议所反映的一些市政的问题，我们都应该加以严加过滤，好的可以做的、有可行性的、立即可以做的，我们就不应该耽搁，不应该这个走什么公文流程。那如果这个第一个可能可行性不高的，第二个或者是经费太过庞大的，第三个 CP 值不高的，我们也必须要委婉的跟市民说明。大家可以看到台南市议会开会，我们每一个议员走质询的时候，都是这个绞尽脑汁找出一个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那议员呢质询我们就会把议员的反映的意见记起来哪些东西是可以的，哪些东西是议员们最关心的。那在有限的这个市政资源分配下，我们来做最大的服务。那我大概是有这样想，凡是做圣诞老公公的，这发钱来买满意度的，这点我们就少做了。但是能够这个花钱能够让后代子孙，能够让这个市民，这个对于市政建设的发展是可长可久的，这个我们是愿意尽全力来做。所以说软体的、硬体的都是要以市民为中心，但是不是以这个什么旧民调啦，或者我觉得举简单的例子来说，我现在拿去发钱，发什么津贴，市民一定觉得这个市长好棒棒，给我钱。而问题是，这个让我们继任者，让市府的财政会破产，让继任者更不好做，让我们没有钱做建设。所以这一类的东西，我真的要跟市民朋友说，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做这种肉桶式的政治。但是如果说对市民有帮助的，对就业机会的促进的，对建设可以做的，对行的便利可以做，好停车的这些，我们都愿意来让市民过得更舒适。然后我们希望我们做得更好，能够让市民朋友们过得更好。这个就是一直是我市政的主轴，以及未来3年要努力的目标。